始。copy 了，打过来这边。compose， send， 我把网链个 copy 过来，网链这 copy。pin link paste add link。我甲 YouTube 直播迄个网链打起吼。好，咱因为咱有录音录影吼，所以咱就直接开始吼，无等。今仔日要继续来看台湾的歌谣甲民族母语吼。平德平七1917年伊所编的一本台湾歌谣吼。咱即马要看即个歌谣部分是用一寡用动物做素材啦吼，用动物素材来写一寡歌谣吼。另外是一寡食物吼，就是什么韭菜啦吼、青白吼，即道是动物内叶，其实咱顶礼拜有读啦吼，顶一个有读吼，内叶、口风、半天飞吼，伊是写半天飞啦吼，我是感觉可能英文写毋对啥喏，因为安尼无押韵嘛，你若讲飞吼，地龟即个等下查者，我无一定迄个写条可能读毋对吼。地龟出世门花花吼，看起来内叶口风半天飞即个口风吼，我拄则错吼，口风其实口风咱拢知啦吼，就是敢若旋风吼，就是。伊才有譬如讲受风吹，第二个意思受风吹吼。伊个例句讲，面若口风就会闭吼，就是受风吹叫做口风。另外一个我拄则看到一只趣味吼，一种讲法叫做脚起风，伊有例句叫做马叶口风，应该就是脚起风，应该就是我看即个原文伊即个。原文的解说吼是スクフが如くに風を起こす。其实我是看过哈。スクフが如くに風を起こす。我拄则有用这个 Google 翻译吼，但是。我毋知为虾米这是起句啦吼，其实咱即嘛是读起句啦吼，我毋知迄头有虾米飘音飘做死句吼。起句がしくに風を起こす是像汤匙一样，像汤匙啊共款甲风基本上用念开始读做用啦吼。这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是逆风的意思吼。
比如讲马休口风吼，即个例句马休口风，马休口风。头边啊卡热哦，我考试就是迎啊迎风飞起安尼即个意思吼，就是迎风就是逆风嘛吼，口风就是风对面吹过来叫做口风吼，所以这应该意思就是安尼吼，马休口风吼，啊，咱咧例句拄则迄书顶内底马休口风拄好是即条歌诶头一句吼，马休口风半天飞，过来是即个查一下吼，因为即个地龟还是地龟吼，我即个声调我无介清楚，因为我嘛毋捌，即个我嘛无识啦，即只动物。地龟，我先查一下声调，若要安尼找有无？我今仔日网络继续慢的，毋知为虾米。稍等下吼，搁你转说。我另外用汉字来测看有吼。大力大书店，汉字，我破毛吼。好，大理大书店收的词是铁龟吼，铁第七声铁龟，铁龟，或者是铁鸡啦，鸡是漳州腔啦吼，阮拢讲龟啦吼，阮北部的吼，北部腔讲铁龟，所以是铁龟，铁龟出世门花花吼。内晓口风半天飞，啼晓出世门花花。当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落人喙钝皮吼。这我其实是拄则念的是泉州腔啦吼，毋是我本身的即个腔口，我本身腔口老泉腔是安尼读的吼。内晓口风半天飞，啼龟出世门花花，当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落人喙钝皮吼。啊，有诶是无迄个儿音啦吼，话就是话嘛吼，啊花应该就是花啦，所以敢若即个报甲皮吼，阮诶腔是无共诶吼。好。OK，school，拄则有帮咱拍即个，甲咱解说讲即日文诶部分吼，读做 school， 用 school 才找会着就对吼 ，school， 安尼我搁来测看觅吼 ，school， 其实我拄则是用波波摸拍啦，即个汉字啊，因为 school。哦，有啦吼，就是拄则这第四个 school 吼。哦 ，OK， 但是这个是汉字啊吼，解说嘛相款就是像安尼吼。好，咱转来这后字啊，歹势，后字啊，我甲这个 image 就是 copy 过来吼。大理大书店。好，相关是动物吼，用动物做题材去
写的歌哈。分鸟出世真放假哈，分鸟出世真放假。这应该是读做罗琦哈。我看这个卡纳的飘音是安尼哈，卡纳就是假名啦哈，你个假名卡纳。罗琦出世真乌鸦，我等下查一下罗琦啦，因为迄个声调日本卡纳伊无写声调，所以我毋知影声调要来读吼。音是应该是安尼啦，罗琦啊吼，出世真乌鸦。天下歹囝，这是歹囝。天下哪会叫做歹囝呢？日文伊嘛写阿虎啊吼，就是阿虎就是笨蛋啊吼。天下歹囝免人教吼，因缘注定是无差。天下歹囝免人教。那阿虎伊就表示伊这边这飘音就飘毋对啦，应该是歹囝啊，天下歹囝，这是应该是，但是你若这个汉字要读台语，我阁毋知要安怎读吼，台主，但是无人安尼讲的吼，因这种民间歌谣嘛无可能写读册音啦吼，应该是白话啦。天下歹囝免人教，安尼有可能是歹囝，但是为什么用这个汉字我毋知吼。好，天下歹囝免人教。OK， 马文Sharon， 欢迎恁吼。咱今仔日继续读谈歌谣，即嘛顶一页咱顶回有看过吼。歹势。顶一页咱有看过马晓口风半天飞嘛吼，啼鸡出世门花花，当无好势通讲话，惊见落人喙顿皮吼。顶回有查过内晓嘛吼，即道我拄则有查即个口风就是风吹啦吼，但是马晓口风你看音啊，我拄则这毋知个伫吼，无伫啊。KHAU 风 HONG 吼，马晓口风即个口风是脚起风吼。应该是迎风而起的迄个意思哈，马晓口风，所以伊例句就是马晓口风哈，脚起风哈。好，咱继续来看一页哈，就是第2页。咱顶一页又讲迄个歌谣主要是用动物做题材吼所写啊，即嘛相款吼动物做题材，一条是粉鸟出世真放假吼。罗琦出世真乌鸦，天下歹囝免人教，因缘注定是无差。粉鸟出世真放假吼，这什么意思？其实我看感觉怪怪吼。我所知影粉鸟是粉鸟，放假是无共的一种无共种类的鸟啦吼，但是伊意思就是讲你粉鸟一出世就是放假安尼。那敢若后一条讲虾仔出世6支树，啥款就是你出世就是安尼，出世就是安尼吼。所以天下歹囝免人教吼，因缘注定是无差，就是免强求就对啦吼。你啥物件出世做啥，就是一定的吼。咱来查一下逻辑吼，这个声调我可能读毋对啦吼，因为我毋知声调要来读，毋知用汉字查会对袂吼？汉字词先测看觅，我看觅。我等下用注音吼，查看。这种汉字都是这吼。优秀逻辑班，所以我发音是拄好对啦吼，叫我脏着安尼尔吼。逻辑吼，我拄则读做逻辑吼，伊是逻辑吼，拄好我拢读做第5声的逻辑。
逻辑出世真乌鸦。伊无解说什么是逻辑啊，还是逻辑班吼？逻辑班是应该是即个平静小，应该是讲即个杆仔迄个喙，杆仔喙遐较细嘛吼，还是金属就是铁啊迄类的吼去做即种较悬的即种酒板吼，叫做逻辑板。应该想会到吼，就是长颈的迄种水平啦吼，伊即只东西是讲是酒板啦吼，酒杆仔啦吼。逻辑，看遮有啦，有逻辑，为什么伊无逻辑呢？逻辑，我搁用白字查看觅，为什么？我用汉字，伊个小逻辑版我看。我若用白话字，逻 LOO 第五声，英文 LOO 第五声 GCHI 第五声，逻辑。但你读书顶敢若爱用 LOU 的款，LOU 对。逻辑，鸟名英语是 cormorant，我搁毋知吼。逻辑考验是无虾米办法的意思哦。逻辑考验什么意思 ？OK， 逻辑毋知要吵，逻辑毋知要吵吼，毋知批评家己吼，就是毋知影家己歹的所在，家己毋知啦吼，家己欠点，家己无清楚安尼吼。逻辑毋知要吵，我毋知影逻辑是毋是无溜吵啦，逻辑毋知要吵吼。查一下即个，看一下我拄则这嘛吼。逻辑，看一下。逻辑考验喉に輪をはめる。どうにもならんというふう。はめる，我查一下はめる吼。はめ日本はめto jump, to leap, to bound, to hop， 这拢是跳的意思嘛。はめる另外一种是 hit, to run into, to reject, to deny, to refuse, to flip。这是对一个意思呢？哇！这我甲关起来哦，一堆。OK， 伊即日本才有汉字，敢若解说讲逻辑考验是无虾米办法吼。啊，日本其实伊个有清理个写个较清楚一丝来写讲，即种鸟啊伊的脑袋就是伊若后车啦吼，去互即种蛙应该是一种圆的物件吼，蛙乌，就敢若咱迄种物件啦吼。哈美鲁应该是动词，但是我拄则早无看到适合的，因为伊毋是跳嘛，毋是跳，啊，但是若是即个这是哈美鲁，我歹势我拍掉去，应该是哈美鲁。你就理解啊，即个汉字安尼就看有啊吼。我主要想讲奇怪，安怎看着感觉怪怪吼。
哈美鲁是 to fit to insert to fasten to put down 就是你的这个脑后遮用一个连箍甲你箍起来这就是伊日本的鬼说讲，这种鸟啊伊个连箍脑后去连箍，一种圆的物件甲箍起来叫做逻辑箍颔。就是你逻辑这种鸟啊，本来伊颔棍就长长啊，结果你用一个物件甲颔棍甲箍起来，伊就无法度嘛，甲你意思就是讲，伊无你犯因为你甲你逻辑箍颔甲箍掉的逻辑箍颔这个词我是迄种我是叫做细腻俗语啦俗语就是等下查一下俗语俗语那成语逻辑箍颔逻辑箍颔就是无依法啦无在调就是无法度啦另外是逻辑毋知买草就是家己欠点家己毋知好。拄则讲查一下什么叫俗语我毋知影。睇你大书顶有收无？查看觅啊，因为其实这是对日本来的啦俗语啦英文版俗第8声，语第2声无俗语是泉州腔，嘛是无俗语。我用汉字一看觅。OK， 无收。柔酷語漢字 compound idiom 就是華語講成語啦，你嘛會使講成語成語邏輯咱拄則學一寡俗語啦邏輯箍颔，邏輯毋知買草邏輯出是正烏鴉，邏輯是邏輯，烏鴉是反烏鴉，為什麼邏輯出是正烏鴉我毋知OK， 天下歹囝免人教因緣注定是無差。好，咱來看後一條。蝦仔出世六支手，這個詞我看伊個卡若是標做三目，應該是三目魚啦三目啦寫三班啦三目大尾水面上，看見人個面悠悠，敢是大帆無清舟袂清舟，敢是大帆袂清舟好，咱來個看一下蝦仔出世六支手這直覺就知什麼意思啦但是蝦仔有六支手嗎？講遮多我毋知。三目大尾水面上就是這嘛是動物啦看起來是敢若是用來押韻用的爾啦，無啥物特別的意義佇遮啦頭前閣有迄種意義，就是講你物件出世就是該生做啥物就是啥物啦免加操煩免想要講靠人的氣力啦意思是安尼這隻就看起來就無這意思，敢若蝦仔出世六支手，三目大尾水面上就是押韻用的嘛看見人個面悠悠，敢是大帆袂清舟，這應該是大帆大，就是敢是有啥物煩惱啦台語內底講敢是安怎咱來查一下
即嘛会晓安尼讲诶，可能较少啊吼，因为这是较文言诶讲法啦吼，假是安怎假是安怎吼。GANN 第二声，我笔记诶英语 KANN 第二声吼，假是吼，假是什么 ？Probably 大概是、恐惊是，或者是检猜是吼。假是安尼，可能是安尼哦吼，假是安尼，应该是安尼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吼。假是伊诶，假是伊诶，吼，可能是伊诶吼。我特别拢会去点这个日文版，无特别来尽量我拢会去看日文版吼，毋是讲干那要加看第二遍尔吼，是因为有诶物件伊汉文版无写出来吼，会漏口去，所以咱小可看者。假是，我拄则从头到尾，我 YouTube 遮有放啊，有。我毋知影啥物人方便起来吼，那甲我斗相共一下啦吼。你若方便讲话，你若即嘛毋是你上班方便讲话吼，有时啊我若啥物物件无注意着，你会当甲我讲一声吼，出声甲我讲一下，我因为我拢注意看我电脑诶迄个面板尔吼，无去注意看别位吼，手机也嘛无去注意看，所以若啥物物件走进去再甲我讲一声吼。拄则讲假是，好，假是伫倒位啊？假是吼，假是他文吼，他文日本他文就是可能吼。大概假是如此，假是伊吼，所以无加啥物物件伫遮。但是即个假字吼，有两种发音吼，一个是敢，一个是假吼。所以咱若相关用，直接 copy 较紧吼。无去。来，直接用汉字吼，应该会当看两种读法吼。这个嘛，第一种是敢是吼，第二种是假是吼。假是敢是拢是其实是相反意思吼，假是敢是吼。另外一种叫做检视，检视较安尼听人讲啦，就是我著讲检查是吼，就是检视吼，这是个两音啦吼。咱靠咱伫台湾，较常讲的是敢是啦，或者是假是吼，可能是一个我无介清楚是文笔的差别还是安怎吼。假甲敢吼，敢可能是文读音吼，假是白音吼。好，假是大汉未清楚，所以对来讲可能是吼，可能是 probably 吼，他分吼。好，后一条歌，10点，拄10点吼。四个树弦吼，我看这个飘音是叫做弦吼。四个树弦，这是安怎读啊？他姆哟，蛋记记，蛋啦吼，蛋记记啦吼，蛋记记，我毋知这等下查者吼，这个声调要怎读吼？这个写这个华语名吼，
伊即个卡那飘音是蛋啦吼，就是蛋雷的蛋，蛋雷的意思吼。四个树仙蛋叽叽，鼓鸟蛋叫心头比，兄哥坐落问无意，无心就是无心作对兼读书，兼读书啦吼，就是书啊，兼读书吼，伊的卡那飘音是书啦吼。来，我给读一遍：四个树仙蛋叽叽，鼓鸟蛋叫心头比，兄哥坐落问无意，无心作对兼读书。这个无押韵吼，怪怪。四个树仙蛋叽叽，蛋叽叽这种讲法我是有捌听人讲。查一个。当然我无确定伊是毋是第五声啦，应该是吼，第五声。蛋叽叽，无，这他，这应该是鼻音啦吼，汤。等下吼，我直接看确定一下吼。这个卡塔卡纳我电脑个无解释吼。歌名，所以是安怎读？哦，怒，这是读做怒。他怒，我无看毋对嘛吼，他怒，他怒是安怎读？他怒就是应该是蛋嘛，伊读他怒，好，我无介确定，因为他怒你要叫我用台语念出来，我真毋知要安怎读，但是伊若是敢若出片音就是蛋嘛吼，怪怪吼。鼓鸟蛋叫吼，起又叫嘛吼，叫蛋叫，心头比吼，鼓鸟蛋叫心头比，我看有蛋叫这个讲法。蛋叫 KIO 第三声。KIO 第三声蛋叫，嘛无。我用出台语出一个。无，用 Wildcard 者吼。后叫，有这种叫，哇，是啊，咱来找，用 T 这个
字母开头的吼 ，P S T 好，直接达叫，地囝叫，地囝叫吼，倒囝叫吼，T 叫，所以无单叫吼 ，TA 就是个大呼小叫，达叫安尼尔，好单叫，无理解吼。好，一条就安尼读过了吼，后一条33吼，伊一开始就讲食物吼，就是用食物来做题材来写歌吼。奇怪，拄则毋是拄则前两页都有食物啦，咱顶回有读迄个韭菜，啥物开花滴噜噜啊吼。水锦开花白丝丝，牡丹开花快过时吼，快的快，这应该是快啦，但是伊安尼飘音我其实毋知要怎读吼。长神对啦，所以这是读做女是读做偏音啦吼。长神长蠓无好势，这是长嘛？长神长蠓无好势，爱白这什么意思？白诶，爱要讲话啦，吼，歹势，爱要讲话惊人疑吼。好，来过来读一遍吼。水锦开花白丝丝，牡丹开花快过时。长神长蠓无好势，爱要讲话惊人疑。話したいけど人目を恐れ，就是一条歌叫啥？金包银。阮若是加讲话，就踮咧出代志有无？就是这爱要讲话惊人疑啊。好，水锦开花白丝丝吼，用即个食物来做即条歌头前写景的部分吼，用来押韵用的吼。但是佫无押韵，后壁是好势，嘛无押着韵吼。这疑吼，疑是有啦吼。水锦开花白丝丝，水锦顶回有查过因捌读，咱捌读过吼，是一种我无识的花吼，木槿花。水锦开花白丝丝，牡丹，我看查会着的吼。OK，即种我是足熟的啦吼。扶桑，但是是安怎讲？水锦，但是你看伊开花就无可能是白嘛，所以毋是迄嘛吼。水锦，咱个查遮水锦，水锦，水，摕字写紧 ，GIN，水锦。CHUI 水，第二声音 GIN 第二声。水锦，木槿吼，叫做木槿。木槿可能是即种吼，白色的应该是即种木槿。我毋知你有识无吼，这我是毋捌看过吼，即种花。木槿开花白丝丝吼。
无等开火快过时吼，都可能是无等火真紧就熄去吼，所以快过时。长身长蠓无好势，这个我都无介了解吼。いつも四十ぐ足が悪く，长身长蠓无好势，爱要讲话惊人去，歹势，毋知意思吼。好啦，后一条，韭菜开火亲像香吼，咱顶下嘛捌读过有一条嘛是安尼写吼，韭菜开火亲像香，稻仔燃火，这应该是人吼，啊对啦，稻仔燃火满田洋，啊扫生做才好样，才好样对吼，较惨蛋三对五娘。蛋三五娘的故事我无介熟呢，但是伊讲较阿嫂生做才好样，较惨蛋三对五娘吼，蛋三五娘嘛吼。不要紧啦，今仔日来学一个什么是蛋三五娘。蛋三五娘第八声，历经记哦，又称蛋三五娘是明朝传奇作品，出自语言军事诶中国潮州甲泉州哦，所以是应该是咱咱讲的这种河洛话吼，福建话这种戏剧吼，是剧本的形式吼，用戏剧来表演。我看搁较济，伊基不可啦吼。会使用戏剧来表演内文词语，用潮州话甲福建泉州话混合写作，人做伙写吼。当讲是上早一部闽南语白话文作品啊，就是福建话吼，台湾这种白话出版品吼。故事内容伫叙述蛋三排行第三吼，一个人吼，陈碧卿啦吼，伊诶是泉州人，伊诶阿兄陈碧贤伫广东做官吼。蛋三甲五娘是碧姑吼，潮州府黄九郎诶查某囝叫五娘吼，蛋三五娘，曲折诶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地点伫潮州府，其他人物佫有洪玉春。是黄碧姑的查某囝，长尖引线后当配陈碧卿哦，就是后来即个查某囝配什么意思？伊是原来配陈碧卿哦，小七伊介意洪玉春因兜的即个查甫用车用的人吼，外囝婿李公伯李伯布互邻家阿谢林大啊，这是内底。铁道碑啊，等等内底一寡故事内底的人吼，啊是爱情故事，讲足曲折的，我是毋知是到底是内底是安怎讲，我看以后历经记故事讲传伫个闽南条线台湾甲东南亚，我毋捌看过啦，所以恁若看过，恁若要甲咱讲一个吼，蛋三五年吼，戏剧的名是足有名的吼。因为历经记的自由爱情故事，甲中国传统父母做主的即个靠毋人的即种婚姻有所冲突，所以即出剧伫个明清两代一再被官府禁演。不过，也是广受大闽南地区的群众欢迎。伫闽南地区有俗言讲，嫁猪嫁狗不如甲蛋三走吼。哦，安尼表示讲，蛋三是诚疼某就对啦。查某囡仔嫁来嫁去，不如嫁互蛋三即类的人吼。哦，嫁猪嫁狗不如缀蛋三走吼，不如甲蛋三走。
这是历经记这是陈三五年的故事咱转来遮，今仔日学着啦，就算拢你毋捌听过，今仔日嘛知陈三五年的故事，爱情故事较惨，所以较惨陈三对五年，为什么陈三对五年是较惨呢？毋是，陈三对五年应该无惨啊，是阿嫂生做遮好样，较惨陈三对五年OK， 我嘛无理解这条歌是到底是伫讲啥好，10:16，咱继续看灵应好食，灵应好食，粉乌乌，粉就是伊个中迄个仁啦奶鸡好食，皮粗粗，为所挂掉大难苦，大难苦大艰苦，歹势是大艰苦为所挂掉大艰苦，较惨西阵更多苦，更啦更多苦好 ，OK， 这条歌我就看有啊头前。相款因对啦，食物啦就是灵应甲奶鸡搁三对灵应对奶鸡也就是摕来做拗用灵应好食，粉乌乌，奶鸡好食，皮粗粗啦为所挂掉大艰苦挂掉咱已经今仔日应该算第三道看到OK， 我拢甲恁 invite 来做主持人啦甲恁做主持人，就是有啥物状况，甲斗相共，甲看头顾尾为所挂掉大艰苦，咱挂掉今仔算第三遍看挂掉伫即本歌谣诗内底已经第三遍出现就是乱舞啦咱有读过就是为着即个查某囡仔咧乱舞少年即个查某囡仔大艰苦艰苦啥物程度？较惨西阵更刀箍，刀箍就是用刀仔箍起来箍一个圆箍安尼西阵软过迄个刀箍嘛叫做西阵更刀箍这应该是倒在讲歹势软刀箍应该是软啦软西阵软刀箍OK， 较惨西阵软刀箍就是我拄则讲，就是一个用刀箍起来圆箍人西安尼跳过去迄种有无？表现功夫好嘛但是意思是个西阵软刀箍，你若软了无拄好，是规身躯废流废滴所以讲为所挂掉大艰苦，较惨西阵软刀箍这就是你若即种语言运用迄种熟到即种程度当你要写一条歌来做押韵的时阵，你用啥物情形、用啥物景来譬如你就爱有即种能力、有即种功力的时阵，表示你对即个语言运用已经到有即种程度你有法度甲对一个查某囡仔迄种挂掉、迄种艰苦，用另外一种景来譬如来甲讲出来较惨西阵软刀箍后一条是较惨西阵软刀箍啦这是少年人思念心所爱的人较惨西阵软刀箍3、4页3、4页是人物就是用各种人物人的名啦来写歌10:20，咱阁会使这两条应该拢会使甲看了然后会当学的咱来学一寡词啦，无咱来认捌一寡人三国名将赵子龙，这边读唐朝应该是唐朝勇将
有地宫吼，咱说心肝无意爱，兄哥毋敢娘参详吼。我是拢看汉字读音啦，但是我惊读毋对，所以我会先注意一下伊看若飘音是飘什么读法吼。三国名将赵子龙，东条英将有地宫，咱说心肝无意爱，兄哥毋敢娘参详吼。就是伊后壁写讲，因为查某囡仔对我无迄个意爱，所以我毋敢含伊加讲话对吼，应该是安尼，毋敢含讲话哈。三国啊，头前这三国名将赵子龙吼，东条英将有地宫，有时啊你会感觉伊无用这个来押韵，除了押韵以外，敢若无啥物意思，但是其实嘛有啦吼。你看伊，譬如讲今仔日讲的这名将、勇将，啥物意思？就是你这个兄哥吼，看起来足猛啦吼，哦，东东男子汉，汉草才好，结果呢，看到查某囡仔人过救起来就对啦吼。所以你看这个规条歌安尼写法吼，就是有这个意思。头前看哇足猛足勇安尼啊，咱做心肝无意啊，咱兄哥毋敢娘参详吼，纠正伊啊吼。所以迄种对照吼。对比啊，哈，迄种明显的对比冲突啦，吼，所以这条歌你看起来就感觉足趣味吼，有迄种足活跳的迄种对比吼。三国名将赵子龙，东条英将有地宫，吼，这种名将赵子龙大家知啦，赵云啦，吼，赵云啦，吼，就是三国内底一个名将吼。当然故事我背无啥会记啊，三国志高中时阵读的，拢袂记了。东条英将有地宫吼。这是另外一个，有人讲问神，其中一个就是有地宫啦吼，所以生做迄种样刷刷的面相就歹看迄种，毋知徛在哪做问神吼。好，过来，咱来后一条，女人木学，这个是木学，女人木学。买神车吼，买神吼，应该是买啦吼，买神车，自买神啊，等下查者吼。男人无学碧梨虾吼，碧梨虾。男人气某无好买，女人枵翁无好对吼。哇，这有一寡词来学者吼，啥物叫枵翁吼？气某应该知啦吼，放杀某应该是个意思吼。女人无买神车吼，咱来查一下自买神。我毋知我咧读对吼，买神看有收即个人名无？应该是无啦。但你大书店应该无咧收人名吼。为啥物我？切换一个，我主要是要查这个汉字的读法啦，毋是要查自买神吼。伫大书店遮吼，买毋是买吼，毋是要读买，买吼，读做买吼，文言的读法啦吼。买主买价不平买价敌东，这啦，自买神吼，自买神，咱来看自买神。女人无学自买神车，表示因某就甲放杀就对啦吼，再继续讲莫学啦吼。自买神吼，故事，OK， 遮有吼，水破落地难收回啦吼，大概安尼讲吼，覆水难收吼，覆水难收吼。自买神伊并建的是做这个臭茶的吼，茶夫啦吼，伊的某弃之离去吼，后来自买神显贵因某受其
算送物件送伊就对啦，送因某啦，结果受开离自杀而死吼。李白驾出典故，八车过，这应该是过客有负勤买神吼，这个诗句吼。会稽啦，但是应该是过客还是过客啦，等下查看这地名。但是这应该嘛是无收地名啦，无了。无，完全无收。这种地名要怎读？好，无重要吼。你爱晓读这个客字，这是真的吼。这个客字爱晓读吼，苛刻的苛啦吼，苛吼，苛刻查考就是苛吼。机考台语讲查考就是讲苛刻啦吼。会稽是安怎读我毋知啦吼，无重要，主要是迄个自买神的故事吼，是伫过客有负勤买神吼，这是李白写的吼。后人将即个故事写做各种剧本啊，什么烂瓜山、自买神受车、马前破水等等吼，写做成语覆水难收的起源吼。这是自买神，所以讲，算后来可能是甲因着水泼出去，意思讲含你惨无够水无流啦吼。10:27吼，自买神吼，这是自买神，所以讲女人莫学买神车吼，毋通讲恁翁看伊无才情就对啦吼。过来是男人莫学碧梨鞋，就拄好押韵吼，买神车碧梨鞋，碧梨鞋来看一下碧梨鞋。百里奚吼，意思讲碧梨鞋绝对是放某嘛，毋知叫你讲毋通学伊放某安尼，放杀某啦吼。碧梨鞋的故事我看下倒位边个新编，我看下有人专门咧写伊的故事，含因某的故事哟，切杜诗乱。好啦，继续看这个碧梨鞋伊基要考的讲法吼。样片换俗，处罚，看来是一个好官，但是伊含因某是安怎？应该是放某，我看嘛伫倒位？我查一下车字，拢无写着，无写着因某杜诗。伊基要考拢无讲到因某诶代志。曲水碧梨鞋是吴国人30外带车杜诗成一注。OK， 这故事人写啦，我加减看吼。等于讲伊70外岁才去互请去做官吼。因某算对伊足好啦吼，我看是算足加支持，但是碧梨鞋，
好啦，我临时找，无时间要教吼，有兴趣家己去找啦。碧梨虾伊含因某的故事吼，碧梨虾认车表示表感情这位大秦女子离别多年的结发之妻吼，意思是讲，伊开始算请爷吼，做官结果无等于找某啦，啊，应该是安尼啦吼。这是碧梨虾吼的故事。哦，男人无学碧梨虾吼，女人无学买新车。男人娶某无好买吼，女人晓翁无好对。这个声调我无一定读对啦吼。晓翁看有这种写法无？晓翁 ANG 英文 HIAUANG 晓翁。哇，歹势吼，声调毋对去，我嘛毋知要安怎读啊吼。晓翁，好，对第一声开始写字，晓毋对，晓嘛无，三声晓无，四声 H 嘛无，五声晓翁，六声无，第七声，台语的第六声和第二声是共一个声调吼。西好爸比狗狗，好甲狗其实拢是第二声、第六声是相款的吼。西好爸比，第六声相款，所以第七声晓翁嘛无，根本就无这种讲法。第八声拢无。希啊有嘛？晓对啊，我无讲毋对，晓翁翁嘛，翁对啊，晓翁无好地。另外一种说法是安尼吼，我先用汉语做看卖吼，侥幸汉语。枵而晓平巧十言，半暝食西瓜变卦晓，较晓还晓，晓翁，所以晓翁就是晓反背叛吼，所以晓翁应该就是背叛翁啦，晓夫晓心嘛吼，变心背心晓背晓夫晓心吼，这拢是背叛的意思吼，背叛的意思。晓反晓夫晓背晓心吼，所以晓翁就是这个意思吼，背叛翁吼，背叛翁变心去吼，晓翁吼，晓字吼 ，OK 啦吼。枵雄无情薄情枵雄吼，朋友交陪毋通枵雄，迄个查某真枵雄吼，OK， 枵反吼，等于枵怎读？变心背叛。好，今仔日读到遮好，感谢余文 Eric Shane 个 Sharon 个一个 Connie 吼，感谢恁，大家斗阵来读台湾歌谣吼。啊，恁若有兴趣，咱后下一回啦吼，咱有让一届啦吼，因为后回会读迄个教育公布吼，恁若有兴趣读歌谣的吼，下一回吼。好，安尼咱今仔日到遮有问题还是要讨论的，会使举手，若无我就要来关房咯吼。好，感谢各位关房，感谢大家，祝大家今仔日过了足丰盛吼，快乐平安顺遂。
再会。